喂，阿邊個？哇，掂喎！你嗱嗱聲，我搞掂佢啊！唔使急，但係要快。你知我啦，嘭聲幾百萬上落㗎啦，唔好阻我揾食啊！唉，而家啲後生仔真係搞唔掂。呢位先生，有冇諗過人生唔係淨係得嗱嗱聲同嘭聲？晴天之下，仲有風聲、水聲，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。阿邊個？有乜水啊？你知唔知我嘭聲都幾百萬上落啊？我邊得閒咁望住個天啊，大佬，望住個電話緊要啲喎。呢位先生，你嗱嗱聲望下，晴天就喺呢度。晴天 South Sky 係發展商英皇國際響香港仔舊大街80號嶄新嘅一個住宅項目。2024年12月落成，樓高23層，一共提供110個單位，價格由1房至3房不等。標準單位實用面積介乎286尺至400平方尺，並設有特色戶，環境清幽，令你好似置身蔚藍嘅海岸，陽光同微風之下，係你遠離煩囂嘅避風港。哇！嗱，呢位先生，我哋嘭一聲就上到嚟呢個天台特色單位，3房1套，連特大嘅天台，樓高仲有4米，絕對係同區罕有，實用面積仲有896尺。哦，個樓底仲高過姚明喎！我最覺得特色就係呢個露台望海之餘咧，嗰間房仔啱我啊！點解啊？入嚟睇下。哇！望住個海景瞓覺。天台呢度有769尺，270度嘅山景連接住海景。呢位先生，你終於明白咩叫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？有山有水，我的天啊！喂，邊個？真係幾好介紹啊！呢個晴天咁啊，地理都係優越嘅，交通真係幾方便，好多車搭。我都深信咧，將會成為咧港島南區一個幾新嘅一個核心區。呢位先生，我並唔係邊個，我係世紀21白石角地產代理阿樂。既然嚟到呢度，入屋叫人，入廟梗係要拜神啦。你拜啊！我基督徒嚟，我去祈禱先。拜拜。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樓盤嘅資訊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、Facebook 同埋 IG。下集再見。